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西池相农会安排着西池各中的学生体验着满茶、暖茶青，教因安怎来泡红茶，互在地红茶文化自细汉就开始定根。南投西池乡农会安排西池各中的学生来体验暖茶、熟悉红茶文化。动手做，我觉得很新鲜，然后也很有趣。特色课程主要是了解跟鱼池这边相关的一个文化产业红茶。透过暖茶过程，会当感受红茶芳气，也有制茶趣味。学生会做揉捻跟结块的动作，那这个是让他们自己亲手体验一下手做红茶的乐趣。嘛，带学生来参观茶园，了解红茶产业的文化。我们这边茶园啊，种的是我们鱼池乡有名的台茶18号红玉，它的品种香有一个薄荷的一个味道哈。在地的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很清楚知道我们鱼池乡的三宝。红茶、香菇、兰花草，红茶的制成的整个过程，互学生有印象，嘛，互因有机会分享互身躯边的人，互因来体验红茶文化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